小心啲擺喎，喺地下咁串。擺地下，擺呢度，擺地下好啲喎，包實啲。擺你大髀咪得。呢個湯擺我大髀咯。係咯係咯，你包實啲呢個。全部嘢擺喺前面啦。唔得，你放開。OK。你閂唔實？有門閂唔實？呢度。應該後面。咁我又要。唔係，哦，sorry，我可以對。妖，係我咩？玩嘢。啊！等到花兒啊，姐，真係。你哋講真上咗嚟先。上緊嚟啦！開始導航，前方右轉，然後左轉。超多人咯！依間呢個超好食㗎呢間。係咪？係啊！我姨嗰啲次次都山頭水源嚟食呢間，好耐歷史嘅喎，唔知你有冇食過？前方左轉，進入英皇道，前方500米向左前方行駛，進入左轉專用道，前方紅綠燈路口直行，走左側3車道。熱唔熱啊？頭先？熱啊！咁我熄機，熄冷氣先。前方紅綠燈路口直行，走右側2車道，注意有闖紅燈拍照。已為你推薦終點附近停車場，點擊前往。前方紅綠燈路口直行。前方100米，通過紅綠燈路口後，向左前方行駛，進入左轉專用道。向左前方行駛，進入左轉專用道，然後150米到達目的地附近。頭先遙遠見到你架車門開咗，唔得人驚。係啊，唞下氣嘛。超驚咯！即係一個嘢收埋，勁驚啲巴士撞到你。唔會啊，唔係開好大，開少少罅仔。好大喎！遠睇。梗係啊！你做咗愛美仔。前方100米到達目的地。到達豪庭峰附近，目的地在你右側。本次導航結束。冇位添啊，可能。唔係嘛？你又知？你睇下邊泊晒車。係喎，咁得人驚嘅。仲有
一個位嘅，唔使驚。先。時租。哦。OK， 好啊。呢度得唔得啊？OK。呢度啊邊度啊？你幫我出去睇下嗰啲。有冇嘢後邊我都唔知，冇㗎嘛。得唔使理。唔該你。有啲嘢唔使拎上去㗎嘛？所有嘢都要拎上去。啲嘢食要咯，拎埋個袋咧，方便啲，唔使拎。湯擺喺度。湯擺喺度。